分济，因遐尔啊济人，想要哪有法度通我抵挡啊？我要试伊的功夫，看伊来遮这3年，到底是有到什么程度。叶小凤，你给我转来去正气堂，然后彩虹，去内面你去捞出来。哎呀，这款场面，搭德国斗菜刀，这哪着时阵啊？好，然后，然后你较紧去请大爷出来。啊你呢？我爱在遮保护伊，我袂用走。凭你有才调哦？哈，叶小凤，请出轿。这水何水？不想还我问基山中啊，心兴关。在下故里无修怨，何必惹事做麻烦？你3年学艺，恁爱总必定会学成好的母阿公。在下是专程来拜访，只想的一回你领的声风，听你之言咯。为事情必然为了咧当阿英的，你加说用话也无路用，宝剑之下，咱分的自我用。小好，交我来负责。卫兵，这你入去。我要叫伊等于正气堂。哦，凭恁这几个人，就搞来恁那山庄拖人性，被我几家良丢到啊！咱就试看卖咧。我操！卫兵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为着阿英将来幸福，我必须要教伊。为着伊，你就要无顾家己的性命性。下！出来！出来！打败后生之辈，你并无光彩。杜先生，你竟讲叫人来大王，我真爱善终。你想要来这个所在带人倒转去？哼！这人你这个所在，看你是毋是有迄个办法，将你带倒转去？乾坤，你收留凌小凤，目的就是要对付我正气同心。也是想要知？亏你还搁伫咧记恨当年的代志，当然会记，哪里你想要怎样？一定要有一个了断。好，你就讲。 9月15，日出的之前，来接段分领，一决起勇，一言为定。
啥物心事？引动天下的大事，敢讲你毋知影是？杜永清甲徐永坤的代志，甲你哪有啥物关系呢？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你是讲？我要利用这个机会，为父报仇。你要输咋？我要圣喜立定，就这个机会，低调杜行清。小环，你千万袂安尼做，这是少年的行为啊！如果我若要用这个办法，敢有法度低调杜行清醒？爹，你做你免担心，我甲梁师兄已经安排好势，绝对会当胜算的。嘿，阿爹，9月15日迄一日，阮会提早去断婚来报你。啊！切死啊！你唔知影思考啥，不可能这个道理是。杜行清，枪为江湖4、50年，从来唔捌用过卑鄙的手段。恁事先报知，也袂比起，我都已经大胜输了。阿爹，咱要哪会输了？咱一定胜算啦！我输掉的是名义啊！我会受人批评，受人甲我咒骂，你知？用血用肝，一点一滴集成来的名义，比我的性命较重要。人死留名，我宁愿死，袂用咧活咧受人甲我打骂，你知？阮是君子之勇，假使你来用少年的手段，我就先将恁杀死。射出去！想袂到，必须再启动。我无想要使用昆仑岛。阿公，你若唔用刀，是要安怎有把握通我出手？这口昆仑岛，缀我规死了。我若无带昆仑岛，要胜伊饲英坤，确实是真困难。今日的市场啊，风破起，一切全怪小义。我恨伊无情又无义，伊袂记的阿公起有10年，哪用啊？这也不能。怪小伊父亲惨死，保地啊无。
英，段文来决斗，是我甲齐英坤两个人的代志，你千万袂用出手。我律师好，我要甲伊拼命，我要亲手甲伊杀死，才当消我满腹的愤气。家英，听阿公的话。阿公，段文来一讲，告诉阿公若死，会当化消一切恩怨。我却是真愿意。阿公最袂放心的，是阿英你。大佬前辈，你派人找我来有代志是？段文来决斗，我并无把握。假使我若有三长两短，我最袂放心的。是阿英的种啦，我是真该死，这后端拢是我惹出来。我并无怪你，你只不过是将应该来的代志，该提前利益，等于齐英坤收留凌小凤迄一天，我就有感悟。感悟有这个一日。大佬前辈，你无十分的把握，共款齐英坤，伊嘛无绝对的把握啊。阿公无要带刀迎战强敌，为什么要安尼做？我只有安尼做，才会当表达着我内心的强。将军做事，做及子孙，一切代志，拢爱由我来担当。大佬前辈，是为着凌小凤，我对不起烈死的老爸，害死的兄弟，又搁拆散的情爱，我必须爱用行动来表示。阿公，你对伊有心，也毋过我予伊的是恩，你绝对袂用为着凌小凤。为我什么？哎，阮老爷就是为着你吼，伊毋才会出面，毋才要去甲人生死决斗。小王啊，啊无采你遐巧，后这个一点仔你拢袂了解这市大的意思啊？唉，我劝你哦，也是从早从迄个阿英甲放学袂记哩，尽心尽力去对待阿兵，都无毋对啊。是啊，是讲哦，你若真是真心真意咧爱阮小姐，我以后就莫甲你高高甜嘛。啊，我会欢喜甘愿为阮小姐啊，啊是讲阮小姐若同意吼，我嘛会去做你的婿。哎呦，你安尼不得不气啦哈！人母爱你强要打伊卖，拜托的啦，毋免安尼拍卖啦。伊你母爱你，才有一个人偏偏把你做大。嘿，我真毋相信，我这凊彩吼，注定就要配你这差不多的哦。叫我是偌歹，啊！哼！小凤，你是安怎样想？
我温故。忽然怀念多乡情，可见美梦多我影。三年相处是非短，人非无照总有情。是吧？我这3年来，我对你的感情。无，我永久就甲你记伫咧心肝内。会记得有啥物路用？9月15迄一天，万一君兰爹若是不幸命丧断魂边界，究竟伊死伫有啥物价值？伊不幸要死，伊哪咧度刑清咧？为着杜雅英，伊竟甘愿去死，对无？导火线是你引起，杜刑清若是死，杜雅英伊会分你一世人。我恨你，小红嘛莫投靠仁爱山庄，嘛袂往哪讲遐尼啊为难。雅英小姐，你若要分，应该要分我几家了。我无应该带人到仁爱山庄去惹代志。我对不起，更加对不起大脑这妹。即马讲遮拢无路用，也无法度通我挽回这场纠纷。我所担心的是阿公，伊毋过起困轮倒，想起来无法度通我对付市营区，甚至也阁有性命危险。咱一定要想办法使大脑前辈起倒才会用的。断婚爱治药，咱一定要有绝对的胜算才会用的。对。哪样？你是阿公的宝贝仔孙，阿公是上介疼。我相信你也苦劝老大人，伊一定会听你的话。哪样啊？你唔通为着林小芳，连郑启同甲阿公的性命无顾啊！还阁有断婚癌之药，恐惊要破症。你是讲？我是讲毒刑器。阿亮啊，叫我拜托一下，你讲出去甲我找看卖咧啦。哎哟，这啊，啊，他小环都死啊，你是要叫人去倒找嘛？敢讲我讲的话，你拢无相信着？哎呦，相信，我也是绝对相信你的。啊，不过这是你思念了过头的，那是引起你的幻想，确实小环都有影死啊，要安怎死呢？小王无死，小王无死。哎呦，这啊，你哦，可是小王若真是死，我活在这世界有啥物路用？我啉两头先到一阵，感觉我为着啥物你毋知影是吗？我的红才死，我的囝若是我死，我落在这世界有啥物路用？莫安尼想遐尼济啦，小环死嘛，还阁一个小芳咧。小环，这个囡仔真稳重，我烦恼的是小环。阿亮啊，好啦好啦，无我阁出来订找，安尼毋就好？你著看安怎紧转来甲我讲。知啦，你拄啊等啦。你若是有灵有啥，你著保庇咱的囝
时，会当回来甲我见面，你都会有良心。我是小花。